作為一個深圳人，今日要先放低世界盃啦。因為今日係深圳打比啊。好似好少見。不如萬里路，今日去邊度？大家可以睇下，幾難得咁多人，叫佢哋客隊咧好奇怪嘅。應該會睇深圳足球嘅已經坐晒喺成個場度啦，係嘛？我覺得咧今日青年人入一波就已經可以交貨。唔知大家見到呢個畫面是否多少有些彷彿呢？今日青年人上咗好多年青嘅小將啊，有好有壞啦。好就肯定係可以鍛鍊到新人，壞嘅話就，齋一個上半場，佢哋已經俾人入咗3個波啦。真鵬城比青年人勁咧，就無可厚非啊！呢個係事實嚟嘅。但係青年人今日其實好緊張啊，緊張到係非常多自己嗰種失誤出嚟。咁如果係咁樣嘅心態嘅話，其實就算係投降咗一半㗎啦。所以我覺得就輸都好嘅，即係你掉低一個包袱就可以集中精神，好好咁樣去將個集中力放喺聯賽度。因為其實依家聯賽先過半，咁你哋放低呢個包袱嘅話，對於佢哋球員嚟講，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。但係呢一種情況再出現嘅話，你唔好話足協杯啦，你聯賽其實都好麻煩嘅，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你要衝超，即係少少嘅輿論壓力，如果都頂唔住嘅話咧，就真係去到後邊聯賽就快結束嘅時候，有啲踢風流波嘅，有啲球隊無欲無求嘅，佢可能就知道你要升超，佢就會搞你。咁嗰個時候，真正對於你哋球隊嘅難關先開始啊！不過好彩，最後佢哋都冇令球迷失望，喺下半場尾段搏到個12碼。好波啊！至少唔會喺自己主場食零蛋啊嘛！大家都係入波咧，大家翻屋企都開心啲。希望你入咗呢一球咧，青年人成隊可以揾翻少少自信。佢哋今場波其實都有少少唔係好自信，覺得自己係 underdog 嘅感覺。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呢一種打比戰咧，就冇話邊個勁邊個差嘅。一場定勝負呢啲嘢好難講嘅 ，anything is possible。最終咧比賽就係3-1。嗱，呢家到加利石都同昔日嘅前東家球迷 say hello。我覺得呢一個應該係全中國打比入邊最溫柔、最友善嘅一個打比。咁希望之後恆常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打比戰，同埋就係希望所有嘅球迷可以，深圳所有嘅球迷可以坐滿，無論係寶體又好、深圳體育館又好，或者係光明都好。咁對於球迷嚟講係一件非常幸福嘅事情。